花莲最近有风声讲，明年开始，县府会补助65岁以上的老人坐计程车，每个月1000块。不过事实上，这项政策还搁咧规划，预算嘛还未通过。有议员怀疑县府是挑工伫选举进程放出风声，想要救选票。这篇报道内底写，为明年1月初1开始，花莲65岁以上的坐伙人坐计程车，拢会当补助1000点。后袂少坐伙人拢真期待，而且真侪所在拢咧流传这个消息。他的写法是：长辈搭爱心计程车，明年1月1日起，花莲县65岁以上老人每个月都补助1000点哦，12月就可以去户政事务所办理爱心乘车卡。那明年呢1月会拨入这个1000点。不过，这个福利政策经过调查，县府也咧规划，预算甲相关的办法嘛无送到议会审核。议员质疑县府伫大选进前，挑工透过特定的媒体来放风声，佫无爱讲好明。很多的长辈，你没有排付，你是一视同仁的拨钱进去。如果今天议会真的万一没有通过，请问责任谁扛？这个信息并没有正确，还没有经过议会的相关预算审查，那就澄清就好，没那么难吧？县府社会处表示。这个政策主要是修正花莲县敬老甲身心障碍者坐车补助作业要点，其中甲65岁以上的坐伙人纳入补助。不过目前拢伫规划当中，嘛还未公布。网传报道都不予评论，在未完成所有的行政程序完善前，那我们就只能等待。议员强调讲，过去爱心客程车甲偏乡会当免费坐车等等的福利，落尾手拢无啥理想。即马新增加老人交通补助，每一年爱9000多万，这个钱爱为倒位来？敢有排除好野人？车辆敢有够等等的问题？议会要求县府都要出来讲好清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